云林仑背小安客家庄哦，中秋暝拢有淡仔火油庄的传统，民众野火把哦设庄头，向镇保护家园。这活动哦，伫今年1月已经登录做云林县的民俗咯。昨暗时举办受证的仪式，望讲这无形的文化资产哦，会当流传落去。村民手拿家己做的火把，对温庄的队伍咧行。过去云林农村，现在因为族群未合，开垦土地抢水源，或者是移风贼仔、强盗的侵扰，村民拢会举火把巡视保护家园。不过，这款的风俗目前敢若村轮杯水边头，总显示伫每一年中秋暝也有咧办。讲社庄的人吼，拢会当说讲吼，认同这个文化吼，大家参与吼，才有受到政府吼的肯定吼，才有法度通过这个不良文化资产。连讲吼，就是讲爱较热心吼，来参与这个活动。云林县府文管处表示，中秋暝这个活动是为民国45年开始，伫个西里、二轮啊、轮背农村的聚落，逐年拢会办。村民举火把对新明夜巡示警。不过目前敢若村轮背水边头总显示，还阁保留这个传统。今年1月份，县府正式公告登录做云林县的民俗。上届原始的这个地方的村庄的防卫转化到即嘛这个宗教意义，我感觉这是非常有意义，而且非常特殊的一个民俗活动，所以也当定了做咱云林县无形的民俗文化资产。文管处这边协助我们这个委员会，我们的这个从前市的自行保存它的相关后续包含出版，还有整个如何在活动上面的推广。文管处表示，轮背照安客庄迎暗景这个民俗是由庙方的保存者家己主办。无论是家己做火把、村民更新桥缀咧设景等等，拢保留传统的形式甲模样。透过初6中秋暝受证的仪式，希望这项地方传统的民俗，未来会有更较侪人来参与甲传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